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人讲红旗若出头，罗汉脚就目屎流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起红旗的旗。咱看到这个旗是木本的实物，差不多2、3长宽。那叶啊是鸡卵形，花蕊是黄色的，籽是球形或者是扁球形。成熟的时是黄色，也是柑仔色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红旗。某人讲是甜旗、软旗啊，到份的时阵就会当直接挽落来食，或者是下皮拍好打、烘好打做旗饼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旗霜，某人讲是旗霜粉，就是旗仔顶面的糖粉，伫咧旗饼结霜的粉，会当做药啊，有止嗽化痰的效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红旗若是拍好打了后，旗过顶面就有旗霜，旗霜唔通甲伊洗掉，含义讲食落到底有止嗽化痰的效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旗提供予大家参考。